可以用影搞啥哈？搞啥管？好，咱就直接开始啦吼。1645年4月初7，早起6点到7点钟中间，趁着宁静舒适的天气吼，为着要隆重来举行南区的地方会议，大王赤坎。大王赤坎是应该是讲因对日兰夜社报各阵仔去即个赤坎遮啦吼。到赤坎了后，就像顶一回举行的地方会议安尼，大家同齐进入迄座公司的厝内底吼办公吼。伫个民法部请甲大炮了后，受到龙桥社甲达里达社的君主以及出席的所有酋长的欢迎，因也以长官的名义来，这什么意思？因也以长官的名义问对这寡人，问题这些人，这不知倒位个拍毋对。同时呢，命令人准备爱甲海贼大监按照伊的判刑换我来分析，或者太过教教吼。偌久了后，伫即寡福尔摩沙人的目睭前，确实来处刑了吼。事先已经甲因讲即个人的情形，甲要被处死的原因吼，无共惊着吼。随后命令所有酋长按照往例拢依伫迄个特殊伫一张桌仔来入座，每一个人拢按照伊的地区甲地位来入座如下。首先是迄个龙桥人甲瓜大王吼，大肚王啦吼，地位诚悬吼。煞接是现任的南区长老。过来是第一次对南方甲东南方的地区以及对山区要来缀合的人。讲到即个北区内的人，大部分拢是含塔伽马遮进来出，就是含大肚王做一个来吼。所以伫边仔一张应该是一张桌仔啦吼，应该写毋对吼，写凳子无可能吼。因为无可能是一张凳子上吼，应该是一张桌仔顶吼。因为因是按照习惯自愿来参加地方会议的北区规个村社的长老，目的只是要来参观而已吼。每一个人拢依照次序来入座了后，迄寡议员就同齐进入会场。由政务员Caesar先生来致辞吼。为了要互每一个人拢会当确实明白，所以有几个翻译员用无同的福尔摩沙语言来翻译。主要的是详细来说明今年3月初8伫北区地方会议里所提出的各点。有一寡是关系到国社一般事情吼，一寡是只敢若关系到南区村社的代志吼，有一寡呢是关系到北区村社的代志。按照国社的情况来解说，因为如上所述，伫在座的有旧人，也有新缀合的酋长，有基督徒，也有真侪异教徒。除了迄寡条款以外，无阁来开会的人提出偌侪代志吼，即寡条款是为着避免重复，伫遮就拢无阁提起吼，承认过。
只敢若摕下列的几个要点。首先，场馆因为迄个倒入床袂当来阮感觉真遗憾。虽然如此，伊阁下为着要互即个地方会议会当继续举行，命令并且授权出席的即寡议员以伊的名义来进行所需要办理的代志。因此呢，首先以伊阁下的名义欢迎因全体，并且请因毋通因为场馆阁下袂当来看伊或者是生气。对此呢，因一直回答讲，因对场馆的半边感觉深感心内真艰苦啦对代表的出席，因同款完全是满意的。因为来出席这个地方会议的南区的邮长真少，比旧年少真多所以问了对该地区内的邮长理由是啥物？因回答讲，伫咧迄个编队无来的邮长即马拢死或者是破病，但是伫山里的人因毋知影为虾米无来。即马迄寡村社的首领就像伫北区的地方会议安尼，爱甲因的官汤甲放下官中官汤啦。白话音读汤啦我就读汤，爱甲因的官汤放下迄寡君主独外，即只呢安尼，即种翻译法我实在是看无介有我讲嘛，即马迄寡村社的首领爱甲因的官汤放下，就像伫咧北区的地方会议安尼，但是迄寡君主独外，以便会当按照因服务的表现来决定讲要继续要续任或者是由别人来取代。若是迄个龙桥人名叫做塔塔尔第一个被叫到即个议员身躯边，感谢伊的忠诚甲遵照路线前来出席，所以互伊续任继续担任继续做即个邮长就对了并且劝伊爱遵守伊最近伫咧台湾甲公司缔好条件。伊手答应讲会履行所有即寡条件，煞接来叫唤南区各社现任的长老，因当中大部分的人搁再度被任命，真少被解除的啦真少。如下列所详细记载安尼。过来就是一张即个表啦即个表内底是南区的应该是南区的村社啦顶一年度的长老甲即年度的长老啥物人安尼真紧来甲读过啦加拉多安社顶一年的长老是加罗死亡，因此呢派伊的侄仔，就是迄个龙桥人的囝来接替伊的位置。条件是爱来住伫遐，迄个青年人名叫做巴雷所以是今年度的即个长老。过来是同款是加拉多安即个社顶年度的长老叫做萨科巴破边。今年度继续担任，过来是大目连有4位长老旧年顶一年有4位长老是新奥破边、达科美、巴兰邦、加波劳全部续任。过来是班丹党即个村社顶年度的长老是两个南夫甲阿里莫两个拢续任。过来是放手一个毋是，这两三是4个长老旧年4个。
南诺的属林卡波案被取代，今年取代叫做阿里莫，别号叫做万达格，个是阿里莫塔高莫被取代。这放手啊，敢若一个属林嘛，另外三个拢被取代吼。阿里莫塔高莫被这个奥林取代，阿里莫维加被这个阿里莫托巴斯取代。再是塔加利亚写是4个三个属林，一个被取代。马吉拉属林，沙林属林，基耶朗属林，塔拉万被这个山纳拉取代。Vera Maron 写吼，马里马伦汉字安尼写吼。有4个，两个属林，两个无写，毋知吼。属林的是 Wizard 甲 Ove， 另外两个是 Sarkodis 甲 Dacomo。再来是家庭写多拉多甲一个 Serangan。这是三个写是啥物意思？我看无。伊是写家庭多拉多甲 Serangan 吼。有4个长老全部属林，就是 Gabon、Tamarov、Verov、Smarin 这4个。那个写甲塔拉赫写，这应该是两个吼。有4个长老全部属林是塔加祥、Verov、Smarin、Banagoro。塔老写4个，一个属林，一个被取代，两个无写吼。属林的是塔加瑞，被取代是 Legi， 被取代伊个叫做塔邦啊，两个无写是 Sarin 甲一个塔曼努。过来是铁达加写有一个属林，两个无写，一个死亡吼。属林是 Varis， 无写是 Rebo 甲一个特死，死亡叫做 Tarovan。因此呢，伊的位置派互一个叫做 Dibari。过来是人吉写，两个拢伊的两个顶年的两个长老拢死啊，因此因的位置吼，这两个死的是叫做 Balaloya 甲 Tamara， 因的位置派互 Pagaro， 另外一个是算空野吼，讲另外一个长老空野算无人读空的吼。卡西的写是两个，一个属林叫做 Varao 属林，一个无写塔巴迪吼，毋知是安怎。好，表读煞。下日的地方其中有一寡已经过来是另外一张单吼，一张单写我看觅。这张单是下日的地方，其中有一寡已经有一段时间甲公司友好，其他是即马才来缀合。伫因的请求之下，即马也甲因设备长老，即寡人阮拢事先来详细甲因讲，关系着甲阮友好的状况，并且劝告因爱有好的表现，郑重来甲关汤赐予因，并且分别任命因做春社首领如下。好，我就先念好，什么写安尼啦吼，后壁是即个长老的名吼。马人吉写邦格 Grabo，Stagi 写多米子，帕巴维罗写萨克拉，巴农写迪波利旺，塔勒就写迪波利旺甲瓦拉索，基内多安写是沙阿甲一个普拉林干。索瓦是写布伦，巴基达隆写是迪波罗安，达罗迪干写是 Tamara， 因为佫细汉，
所以甲伊的老母同齐来治理。好，巴迪干是波拉林干巴迪干社是波拉林干。山地门社是达洛克阿多克甲迪拉诺，由一个名叫做迪雷姆蒂的原住民来替因来接受权杖哦，权杖。巴古安社是巴布信甲巴比，也同款由一个名叫做迪杜鲁克的人来替代因接受权杖。加巴多社伫过来是顶头这张清单读煞吼，过来是加巴多社伫北区地方会议的时阵，派任两个长老，但是因即道无来。现在正派第三个长老名叫做卡罗马蒂斯，安尼南区的长老拢已经派任完毕，现在叫唤前来出席的北区酋长塔加马加，就是大道王吼，来议员面头前，主要是含伊重新佮讲一道长官伫台湾伊所提出的所有的条款，即寡条款伊也佮再一次来应允讲会确实遵行，所以就交互伊一支符合伊的地位的权杖，然后佮像上述安尼分别派任下列的即个村社的长老，就是大武郡社是布雷甲希地吼，特里安社是塔巴罗啊，托萨社是多加道甲高拉，巴波萨社是达拉克甲达巴克，阿波安乌斯社是巴加拉，阿波安卫斯社是一个东一个西啦吼，是阿西老。李林也派任两个长老，即嘛加派第三个名叫做塔波拉罗巴斯，因为遐需要三个酋长。对阿里多安社伫大武人社东南东方的即个山区里，有下列的几个人前来出席，要来和公司建立友好的关系，因此也和前者相反被接受，并且被派任做该社酋长，各属一支权杖，因的名是格罗安、林格、小贝甲格罗安。这一切拢如此完成了后，就按因的首领提出其他的要点，就像伫最近举行的迄次地方会议安尼，并且特别劝诫迄寡新归附的人，将来必须要和因的邻舍和平友好来相处，而且爱设法也甲因带来成做公司的盟友。即寡因拢愿意接纳遵行，也严厉来斥责迄寡已经接受基督教的南区村社的长老，因为因对伫甲因的囡仔送去学校即个代志太不关心吼。此外，因为因有真侪厝分散伫村外几个所在，所以就劝因爱迁居来这个庄仔内吼，带做伙，安尼会当互因的囡仔有较好的机会，特地来学习基督教义。伫指责因为上述原因而被严厉斥责的即寡其他村庄的即个长老的时阵，就是伫骂伊的时阵吼，原来学了即个麻里麻伦社、家庭社甲日社吼。三社的长老对这方面的功劳，并且感谢因的热心。下午2点到3点钟中间，一切拢如上述办理完毕，也无人提出问题，所以就辞岛啊，每一个人佮按照伊的地位身份来入座，快乐来啉食。要暗的时阵欢宴结束，就宴乐结束，大部分的原住民起身要转去因的村社，议员嘛
带领因的荷兰随从来启程要转去即个城堡。到城堡了后，将经过的情形详细来向长官报告，也讲到明仔载大肚王要来向伊阁下来示行，伊毋敢伫咧英南对水路前来吼。所以今仔日有17只篷船出航前往时啊，合计做338人，另外有一只前往平湖做6个人，了后3只对南方来到遮做33个新仔人。这是4月初7的日子吼，因为即天办这个电会议，所以较长了吼。4月初8。4月初8好天，微风对北方吹来，早起上述的迄个大肚王，含伊的同伴来到遮，偌久以后，就由即个政务员死者先生带所需要翻译员引带因去场馆遐，伫遐被场馆亲切接待一段时间吼，并且赠送一寡小礼物了后，场馆就互因示行转去因的所在，并且命令代理电风官 Van Bergen 遵照互伊的命令去引带伊直到达里达社，然后继续经由陆路前往淡水，甲批送去互淡水的议会，像今年正月20就安尼就已经计划安尼，但是呢，到当因为情况不稳准，所以地沟无法度送去。这是写啥？并且要尽量较紧甲对淡水甲答复甲查倒来，而且为着要互伊伫个即个大肚王的土地以北的所在，当更较顺利来前进，也会当语言沟通，所以要派旧年16项队长彼得本和东卢卡斯基拉斯同齐对陆路前来的原住民当中的2个人陪伊同齐去。这个东卢卡斯基拉斯，第一道看这名吼，讲是翻译员1654年7月伊被称赞俄勒讲是淡水一带上重要的当地邮长吼。好，今仔日有下列的篷船对几个所在来到遮，就是一只对金门来，厦门来，5只对烈士来，2只对金门，甲1只对福州来，合计载来400担红门头，395担盐，1500个虾，1500对虾啦，950个糖管啊，300支条啊，250捆茶棒，甲3000罐鲜奶麦仔酒。4月9号，天气算好，安静，但是下晡就变做阴雨的天气吼，乌阴落雨啦吼。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厦门来遮，再来下日的号码就是1000个糖管啊，18000袋虾，12篮面粉，10担油脂，甲1000个做糖桶的茶棒。4月10号，晴朗舒适的天气，透西北风。今仔日有6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2只是对厦门来，1只对烈士来，1只对金门来，1只对新岛毋知啥物所在吼，新岛来。最后一只来自广东省，合计载来1200个糖管啊，750担盐，60担面粉，400担白蜡，200担糖，30担茴香，400担姜，甲13篮各种的丝质布料。4月11号，
互人真愉快好天，风大部分含昨昏相像。有一只胖船对厦门来遮，载有100担盐甲70捆茶帮，坐21个人。今仔日福尔摩沙议会决议，这个决议后壁这个括号，写落落长我看觅，括号内底安尼写讲，根据最近中士 Miguel Jensen 对比南社内批所提起的，就是真正咱讲这个中士伫比南社讲已经着人做啊，大瘟疫。因为欠发所需要的物件，所以以及特别是因为该地区以及附近的村社严重发生的疾病，无可能举行所计划东区地方会议这个代志。好，这括号结束。爱完全来取消该地方会议，并且要伫就是这个今仔日福尔摩沙议会决议啦，讲要取消地方会议，取消东区的地方会议。并且要伫本个月18号以前要派公司的胖船叫做 Demon 号，载队长彼得本带领25个士兵，经由红头书可以个知影，就是蓝屿啊，前往比南。一方面要去视察迄边原住民的疾病的状况，就这个瘟疫的状况。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另外一方面，也是主要的目的，要甲战争的工具甲生活的这个需用品，用上述的胖船甲载到这个比南，确实而且安全来放踮遐，来收放踮遐，以便遵照本个月21号的决议来出征多罗曼社，并且要去遐做对公司有路用的一寡其他的代志，详情记载伫今仔日的决议中。4月12，有出日的好天，微风大部分对西方吹来，有4只胖船对南方载鱼甲新茶来，坐54个人，要6只胖船出航，载着碲床卵前往西南沿海。坐150个人，152个人，今仔日收到大量的赤坎的糖，也收到袂少的西南黄金。4月13，风甲天气像昨昏，有下日的胖船出航前往几啊地区，就是2只前往西南，载咸鱼甲糖水，坐40个人；2只前往南方要去掠鱼，载28个人，有一只载着自由市民叫做Berenson， 前往北边的淡水。该船所载物件主要是食物甲这个饮料。4月14号，好天，今仔日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嘛无准时出日。4月15号，真舒适的好天，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10担糖水49个人。今仔日无用你将所决议的粮食甲其他的需用品来装入去公司的胖船 Demon 号，并且伫咧议会检阅做队长的彼得本所写的指令，并且决定要伫咧估算了后，要租用一只适当的这个西南人的胖船，用来装载一部分的食物甲日用品，为了要互 Demon 号减轻负担，并且要互因到时阵会当同齐派往目的地。4月16，搁偌济复活节叫做搁偌济，有出日的好天，微风来自北方。伫美国遮若搁偌济，就是意思就是春天到啊。其实4月伫台湾都已经开始要落啊。
下晡收到牧师 Simon Van Buren 对好母人寄来批吼，伊伫个批里甲阮讲，伫个迄个北区所发生的几件代志吼，伊过记个，就是进前伊接到即个任务吼，掠海贼，掠即个死仔即走私的人吼，其中讲到迄寡哈利姆的死仔人。因为因含原住民交易，写一个钱，应该是交易钱啦吼，伊钱写一个写钱迄个钱吼。因为因含原住民交易进前被掠送来遮吼，颠倒是迄几仔被逮捕的生意人吼，关系到即寡人，伊伫个顶一张批有提起吼，因为有好的证据。提示因的单据人头册单啦吼，所以甲因释放。迄寡无人头册单来交易的吼，好母人的死仔人，无人头册单来交易即寡伫好母人的死仔人，被牧师来罚4厘的罚款了后，就甲因释放，以免阻碍因交易的工作。如果讲迄一边对自从脱甲被分尸了后，完全宁静无事咯吼，就是伫遐因遐啦吼，即嘛真安静啦吼，嘛找袂到讲传说中的即个体挂，或者是其他海贼的迄个踪迹，无看因的影迹。对有嫌疑的诗歌。伊阁下经过验字审问了后嘛，查袂出，无法度查出交易的证据吼。不过呢，还是甲伊送来遮，理由是伊摕到芳船的许可证，佩戴即个，个佩戴一个文的即个形章吼，胸章啊吼，伊这是。翻译即只是想佩戴银币吼，但是咱知毋是指即个五角啊吼。伫个李林遮咧进行北商，毋是北商的即个交易吼。为虾米我看无呢？不过也是甲伊送来，理由是伊摕到芳船的许可证吼，佩戴银币，就是银胸章吼。伫李林进行即个北商的交易，安尼也比了来是啥意思？下底有注考看觅吼，讲迄当阵的北商到国社去交易，必须要佩戴拄有该社名称的即个银币来出入该社交易，必须要佩戴迄个银胸章来出入该社交易吼。迄个胸章顶头有该社的名。只有北商甲伊的即个盘吼谈判吼，才会当来入社交易。所以迄当阵佩戴即种银币的人吼，银形状的人吼，表示是北商或者是因的即个谈判。诗歌呢，大概毋是北商，或者是毋是即个北商的谈判。所以该牧师才认为讲，伊违反历史的交易来将伊逮捕，解送台湾吼。好，转来是遮吼，讲李林进行北商的交易吼，讲理由是理由就是拄则讲的，伫个注卡安尼写吼。计划要阁派人去该社来。捉拿一个安尼的人，到时阵会送来厝地，送来台湾遮啦吼。有一个叫做巴切干的路麻已经抓到，即个牧师将伊甲一个被指控即个窃盗的查某人同齐送来遮吼，送来台湾遮，要按照所收集到的关系到因的控诉来处罚因。迄个最近伫个好母人一带里犯性霸道的好母人已经逃走，
毋知伊倒去倒位吼。独孤拉社的迄寡长老显然也因为因伫咧客家所犯的野蛮行为来惊吓逃亡。牧师呢，几工前有听讲，代理电官 Van Bergen 路经过即个上述的即个独孤拉社的时阵，毋知影啥物原因，甲迄个逃走的酋长的quyền杖摕走。牧师咧约讲，该酋长因为即个降级，便极力大起惊吓吼。故此来认为讲，阮会当甲象征伊的权威，就是即个酋长的权杖，当作是伊的催眠药啊，来幸互伊，也会当互即条希望和平通行的道路，搁较确实来归入阮的即个势力范围内底。上述的牧师 Van Brim 因故必须要延到搁偌济以后，才会当前来取缔。对此，伊感觉真遗憾。不过，搁偌济以后无偌久就会当前来咯。也计划到时阵要和长官阁下当面来商谈关系着迄寡生理人对一个村社到另外一个村社自由流通的代志，和一寡其他的事项。详情见该函，详情请看该函该信函。记载伫咧今仔日所收到即个书信簿仔内底吼。好，以上4月16。4月17，天气大部分也是相像吼。有2只帆船对庇护来遮，再有26只牛甲10只猪，坐25个人。又搁一只是对南方来，再有一批咸鱼，坐13个人。因暗将指令交互队长彼得本，伊随时行将伫明仔载奉上帝名要出发上路。4月18号，予人真愉快的好天，有风对西边吹来，有3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再有700个藤管啊，80担盐，20张犁吼，迄个犁田用的迄个犁，1800个做糖桶的茶帮，合计坐37个人。有一只帆船对南方载新茶来，坐12个人。颠倒是有一只相对呢是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庇护空船坐12个人。我来查一下令人愉快迄个语型，是我读到。查汉字，读毋到去啊吼。愉快是如吼，我看台语大词典有即字无？无吼，为虾米我会小可拗字讲家己读毋到？因为即个是周儒吼，宋初儒啦吼，迄个儒理，所以我咧想讲我读做愉快应该是毋对吼，是愉快吼 ，JU 啦，相反吼宋初儒吼，周儒吼，就是相反即个字。不，相反是读儒啦，但是无空字啦吼，是即个玉字边吼，我来查一下。对，相反是读做如吼。其实伫台语相反有即种情形，就是真正有边读边啦吼。
每一边读中间那里，有这个边啊，字通读就读边啊这里的音。这是 general rule 啦吼，但是唔是讲一定对啦吼，你嘛知伫华语嘛是安尼吼。但是因为安尼，所以足侪即种大家会读一寡即个啥，有时啊会读唔着音去啦吼。即嘛一些想袂出啥物例吼。好，过来是4个19。拍开并且检查一批白青丝甲丝质布料。公司的旁船底门号由队长皮特本带领开动一只租用的旁船，对此地出航。此地拢是讲台南吼，出航要经由红头树，是讲台南啦，应该讲此地拢是讲这咱遮城堡啦、安平遮啦吼。要经由红头树前往卑南吼，伊真正讲的就是要去卑南遐探看，讲到底迄个瘟疫是偌严重吼。然后两只旁船出航前往南方，要去载新茶；两只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载牛；三只出航前往西南沿海。你看吼，咱即马开始已经拢看你载牛啊，载牛要创啊？载牛毋是要再来台啦，载牛是要来遮种植吼。所以当看即伫即当阵吼，即几年开始吼，我记得看了载牛差不多嘛是1644年开始才有较侪吼，1644年就45年开始吼，荷兰人伫台湾开始发展农业啊吼。三只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有鹿仔肉、咸鱼甲糖水，合计做215个人。4月20号，天气还算好，有强风对北方吹来。今仔日写一张批，寄去荷无人互牧师 Simon Van Bury， 答复本个月16号所收到伊的来批。批里对该地区发生的几件小案件，互伊命令甲建议，详情记载伫发信的即个草本。有6只旁船对西那来，3只对平湖来，到遮合计坐有322个人，载来15000倒遐，100担盐60捆茶帮，60张螺，我讲螺啦吼，你讲螺啦吼，1400个糖管仔，60担面环，30担糖，3篮半的茴香，2篮的布料，10篮的空间布，140个做糖桶的茶帮，61只牛甲27只猪。4月21号，晴朗的好天，有北风。今仔日宣判几个捕猎犯的罪状。今仔日决议含海贼大监当时伫顶个月17号被牧师 Van Bury 送来迄3个人，说3个有海贼嫌疑的西南人决定要甲因释放，因为到今还无任何的事实会当证明讲因是海贼。4月22，风天气如同昨昏，要活中昼的时阵，将上述的判决伫通常的地方来宣布并且执行。牧师 Simon Van Bury 健康来对荷无人转来遮，同齐带来4个走私的西那生意人，因遂被稽查官关入去监牢。4月24，4月23日，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今仔日牧师 Simon Van Bury 甲伊
伊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寡事项，用书面来交长官，为此来请求，会当下命令互伊，以便根据命令来处理。即寡大事项如下：首先 ，Tehran 社人敢有出席最近举行的南区地方会议？敢有要求要稳准伫个图加拉来，踮遐徛起，踮遐住吼，或者是有要求讲要稳准因转去因的所在，对此有何决定？这是伊的问题啦吼。对着发现有欠招什物单据证件的所有的支那人，是要送来遮呢，还是要等咧服务人来罚款？互伊收据了后，就会当甲因释放，这嘛是问题吼。如果会当，若是讲会当踮咧遐来缴纳罚款，安尼是对一个项目会当发缴，将来会当保留，将来得以保留的限度是安怎？譬如关系到三版的人的罚款，毋知啥物叫三版的人吼？三版就是三版吼。虽然因的三版摕有三版的单据，但是对因的人员却无法度提出会当证明核准做三版行情的单据，因为伫二林的生理人已经有侪摆要求牧师讲爱互因指示，因应该去住适当的所在。拄着即寡代志以及类似的代志，伊应该爱如何处理呢？最后，伫个 Clean 多巴勒社有2个支那人，约伫个4个月前，伫 Groot 多巴勒社做了一个边仔有皮革有病架吼，边啦吼，棚啦吼，棚架，阮讲边啦吼，若无先讲病吼，一个边架啊，即个厝吼，4个月前啦吼，伫个即个古鲁多巴勒社起一个边仔有边架的厝，为此呢，使用了该社里面的努力，就是征用该社里面的迄个人工就对了，但是无为着安尼来支付代价，无，甲因当作是义务服务的吼，无互因工钱吼。而且因有一段时间也伫遐用亲像是因是当地居民的即个态度来和因交易，这一切拢由 Groot 多巴勒社一个酋长甲当地2个平常的居民做证熟悉。报告这个代志是要创啥，我就看无。好，4月25。打扫晴朗的天气，有强风对北方吹来，有一只帆船对南方到遮，坐15个人。载一批咸鱼，也日常对支那人市民收买大量的赤坎的糖。4月26，4月一般拢记到倒啊，所以4月读足紧的。4月26，乌阴落雨的天气，有强风对北方吹来。4月27，天气还算好，但是有一点乌阴雨吼。早起伫个市镇，伫个台湾市镇内底，卡罗通告支那人的市民，讲伫个南区甲北区所有村社的交易白组拢已经届期吼，到期啊啦吼，将会伫明仔载搁再来拍卖互出价上悬的人来白租1年。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对刀架来到遮，坐22个人，载有250个糖管仔甲10担盐。有载迄只帆船出航前往时呐，合计坐204个人，载去一批鹿仔肉。
硫黄、盐鱼、甲糖水。428，四是晴朗的好天，有微风对北方吹来。中昼过后偌久，场馆为着举行上述的白蛇拍卖大会，亲自带领议员去迄个市镇通常的地边吼。等到邀真侪新仔人来到遐了后，就甲上述一部分村社确实来拍卖，按照通过的条件来拍卖啦吼。白做一年，各位搁知影即个白社制度无吼？就是恁来甲我白啦吼，我白互恁去收租安尼啦吼。但是恁只要固定甲恁标着的即个价数，那就互我，就其他中出来算恁的就对啦吼。其他一寡村社吼，为着好意的考量吼，由国下由即个长官国下提供几个主要的新仔人，互因会当获取益处吼，就是会当得到利益啦吼。依照国社的介绍，共摕到如下的即个卖价吼，就是白租啦吼。好，咱来看卖即个白租吼，总共是4771里尔吼，这一年哦，所以这一里尔我真大群啦吼。好，咱来看吼，新港社200里尔，小人社305里尔，大目港145里尔。你会当对即个数字会当大约知影即寡社大细啦吼，即个生产力啦吼，差不多会当安尼讲吼。这应该要甲摆一个照即个次数来念才对啦，伊这黑白写吼，悬加啦吼。大目港145里尔，目加流园210里尔。大小东犁是360里尔，东犁是啥？宝岛遐啦吼。梨林310里尔，麻豆500里尔吼，目前第一名麻豆500里尔。多乐国是140里尔，多瑞纳就是鹿港啦吼，我记得是多瑞纳是鹿港吼。马吉林吼250里尔，252里尔。大武人140里尔，好无人400里尔吼，所以第二名目前啦，好无400里尔。低罗山285里尔，朱罗山啊，但是因是低罗山吼 ，TIRO 是伊啊，这敢是家己啊？朱罗山是家己的款吼。塔里木115里尔。本港溪300里尔，拉梅岛啦吼，小琉球啦，即摆叫小琉球吼，拉梅岛70里尔，哇，上低啦吼，目前后壁佫较低吼。其实拉梅已经无啥物人啊吼，即摆变成对啊，是要安怎生产力，我就想无。福尔摩沙南区全部吼，就是即个打狗啦。屏东啊，那边即寡吼，800里尔吼，第一名吼，但是这是足快吼。中头即咱讲即几个是有遮快吼，800里尔。伫市镇内底，台底160里尔，地图啦吼，那个地图吼。迄座即个倒山下面的乌泥的渔业50里尔吼，这目前上低吼。过来，一个较低。南草种植区附近迄个小乌泥的细仔湖内底的渔业29里尔。好，拢共合计4771里尔，其中一半
将会用现款来交纳。今仔日有3只帆船对西那来到遮，合计做101个人，再来下咧个商品。所以咱拄则讲，这一年4000外里吼，啊一个春车吼，对100外里200、200、300、400安尼拢有吼，一个春车，所以安尼你就较有一个概念吼，大约我知影讲，一个里差不多是什么款的这个分量安尼吼，即摆你就知影吼，一个春车吼，那敢若一个一个市镇吼，比如讲即摆比如讲新竹市吼，一年的这个租金安尼偌济就对了，啊，当然新竹市即摆是，即摆甲迄当阵无共啊吼，比如讲竹产社是几，这遮无竹产社啦吼，我意思是讲安尼吼。啊，你差不多大约啊会记诶，小大约各位小大约小记者吼，差100外里200外里300外里一个趟吼，白租差不多是安尼吼。今仔日有3只帆船对西那来到遮，合计做101个人，再来下咧个商品，20担白色的青丝，20担加链过的白青丝，25小箱的料条。料的条啊，吼，条就是条段啦，吼。8包空眼布，8小箱的冷气，60订黄金4篮的布料，甲100担的盐，过来4个里狗。4个里狗较长，安尼今仔日课无都读了，好。4个里狗，我就后悔啦。我看觅啊，剩3分钟，看一下有啥物笔记。好，咱来看笔记啦吼，4个里狗30名，后礼拜再来读吼。好，搁偌济吼，搁偌济，这是即马长老教会叫法，毋是即马，就是长老教会，台湾长老教会一向惯势安尼讲吼。啊，恁即马伫咧就逐个惯势听华语教会讲复活节吼。好，如吼，如拄则应该是如啦，迄个巴比你应该是写毋对，第几声应该是第5声才对吼。第5声啊？你这是写第7声吼。好啊，共款的字有即个妇孺是读做如无对啦。你倒位查哈？你即个音是倒位查？我就是拍你迄个拍你 app， 伊直接会显示出来啊。好。譬如的如是如，这是读如文，但是迄个读如吼，连读字边个读如才对吼。好，过来，台湾真早就有甘蔗甲一寡糖类作物的销售，不过一直爱到荷兰人入主了后，才开始有大规模的糖业的发展。荷兰人伫1624年入主了后，上主要工作是为荷兰甲巴达维亚当局寻求新的贸易市场，毋是内地开发。但是当1625年荷兰的巴西殖民地陷入去战争状态，西印度的糖价暴涨了后，以及西那陷入去战乱，所以以往涌入即个西那进口砂糖的荷兰，伫咧台湾来试图要甲你证实即个甘蔗，并且来引进印尼的水牛甲战乱逃离大陆的即个汉人劳工来发展台湾的制糖业。伫西那战乱的时阵，真侪即个汉人劳工进入到台湾，促进了台湾的农业发展。咱之前定读着讲伊载偌济砂糖，载啥物糖无吼，即马拢无啊吼。对，所以感谢芭比这笔记提醒吼，我真正袂记诶。但是你讲咱真正注意着，咱之前定看咧你载糖，即马已经无啊吼。好，过来是伫即个伫咧中国大陆处时的即个战乱后，运来台湾的货品
变成真少啦吼。所以台湾的砂糖伫1636年左右就开始外销伫日本甲新加1647年产量稳定吼，在此进前，台湾的糖大多是对中国载过来，并且转运出去。伫1640年的报告当中，白糖甲红糖的生产会当达到4000到5000担。1641年了后，佫高达5000担以上。你看咱日志内底，真罕咧读到因记载讲伫台湾的即个生产的部分，大部分拢是贸易的记录呢，无啥物生产。好，后壁就开始。后壁我毋知咧，以后再看咧。后壁以后，伊即摆开始1644年开始伫发展啊。是。毋知啦，伊看以后读到吼。好，继续。荷兰人还未来进前，原住民的农业相当的简单吼。坎迪里的即个是荷兰的传教士吼，伊所写的台湾绿色内底说明讲，原住民的农业主要是妇女的负责，无水产吼。山火开的时阵就开垦，潮水湿的时阵就收割。荷兰人伫1628年解决了冰田秘密会事件和讨伐台南一带原住民部落了后，伫台湾的局势稳定，又搁因应西南的战乱，所以众多人口流动到台湾，荷兰人便以汉人的即个劳动力甲土地开垦来减少巴达维亚当局对台湾的输费吼，就是输送资源过来吼。当时的即个农业对象就是米甲糖。当初台湾还未开发的时阵，大多是对日本甲泰国吼进口米。好，过来，白虾是北的一种，是台湾荷兰统治时期1644年开始实行的春虾承包制度，将合约的原住民的春虾交易权公开招标吼。生理人得标了后，就会当独占该春虾所有的交易。白虾制度是荷兰时期所实施的一种原住民征收即个扣税的即种制度啦吼。透过即种制度，荷兰人将各部落春虾交易的权利公开招标，外包去互汉人白商吼，以即个方式来控制原住民的经济，价。高价就是讲有高有低啦吼。猪肉关是即马嘉义县一境内吼，猪肉关。四里34社是即马嘉义县境内并无里的制度吼，敢若有社打肉社、阿里山社、麒麟华社，拢是荷兰时期已经有。山里遮搁补充写讲，自罗山是便部族、洪雅族社名的音译，是清乾隆51年，就是1786年发生林爽文之乱，搁因为人民协助守城有功，所以乾隆帝加付自罗县民的忠义，赐嘉义忠义，赐名嘉义。而即个桃城是清治时期嘉义也是一个山城，当时的地图顶古城的样看起来若像一粒桃仔，因此嘉义旧地名嘛叫做桃城。冠清市叫做桃仔尾。好，自罗山，巴比阁有写自罗山，是伫咧台湾嘉义平原地区的北部洪雅族、中罗阿族的聚落。伫台湾荷兰统治时期是活跳伫台湾舞台，郑成功攻台的时阵，荷兰人捌伫遮集体来避难。好 ，OK，儒凯，
伊敢若是姓林吼，如凯，如凯先生吼，伊本来是敢若伫清理大学咧教台湾，我毋知即嘛伫倒位教书吼。即位是一个食古水诶人吼，伊是交大是博士还是硕士我袂记啊吼，读交大，啊，甲尾去教台湾吼，食古水诶。即摆咧清理大学。哦，即摆是清理大学了。你敢有人捌伊？我是伫咧网络顶，我伫网络顶捌过伊啦，搁伫咧吼，伫咧网络顶捌，我毋捌看过伊本人啊，是因为伫咧网络顶看到。OK。网络顶有相片啊？我知影，我足早就是伊诶 Facebook， 我就含伊有互相加，足久以前啊，可能要15、16年、16、17、8年，对，我认捌，我伫咧Facebook 顶头捌即个人足久啊。OK， 四个无读了吼，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啊，即礼拜再来读即个出师线吼，感谢各位。好，安尼来归房吼，感谢来归房。